搖滾激情，月味情懷爆燈。門票現正熱賣，1月不再猶豫，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撲飛啦！正點攻擊，哇，好香炒牛河啊！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間啦。咪住，你睇下呢間鋪啊，經營許可證都冇，個老細仲要唔戴口罩，哎呀，仲有隻死烏蠅喺台上面添啊！呢啲我都唔敢食啦，走啦走啦！咩啊？我仲要舉報佢，以免搞出事更多。內外環境整潔，有消毒保潔、防塵防疫、防鼠設施，垃圾收集設施設備，食品供應人員，並定期檢查個人衛生情況。我最中意幫襯你當生果嘅。我哋啲生果好新鮮㗎，唔單止新鮮，而且從來都唔會短斤少兩。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，買嘢放心。誠信經營，對留心，大家支持，自然長做長有咯。越講越掂，越講越掂，繼續。越講越掂。大家好，叫阿芬，係馬仔公司嘅品牌經理。平時我好忙㗎，冇乜時間行街買衫。不過好同我天生幾好㗎。其實一間店佢嘅係真價品牌，所以要每一個消費者都要知道呢條衫嘅產品好使好用，特別係手藝時佢哋個個都好中意我呢隻牌子嘅洗滌用品㗎，所以我認為我係一個盡心盡力嘅品牌經理。希望你同我的可憐做到生活工作兩不誤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阿芬，我所講嘅嘢。場大合唱6月27號晚，佛山粵劇院大劇場，踏着搖滾激情，月味情懷爆燈。門票現正熱賣，1月不再猶豫，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撲飛啦！文明有共識，946正點公益。哇，好香炒牛河啊！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間啦。咪住，你睇下呢間鋪啊，經營許可證都冇，個老細仲要唔戴口罩，哎呀，仲有隻死烏蠅喺台上面添啊！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，唉，走啦走啦！咩啊？我仲要舉報佢，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。提提你，餐飲店必須做到內外環境整潔，有消毒保潔、防塵防蠅防鼠設施，垃圾收集設施完備。食品經營人員取得健康證明之後，先至可以上工，並定期檢查個人衛生情況。我最